平安吼，咱做伙要开始，做伙看两百278的恩典，恩典是够我们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与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所遇到的面对的困难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恩典。你的恩典每天都我有困难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勇气改变自己，耶稣，耶稣，要你我将一切抛弃，耶稣为了得着你，也每天都有，总有爱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一生天地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了得到你，我一生最爱是你。才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恩典里面享受神你的平安以及的。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困难，但我相信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我们不逃避，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倚靠神，因为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总该靠主合力，靠主依靠神来应对，甚至有勇气的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主你做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透过神你的话语，透过更多在生命的教导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学习带导，学习为别人做生命的祝福的祷告。让我们知道这份工具、这份能力所带给人生命的帮助是何等的棒，是何等的有意义跟帮助。谢谢主再次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每一个领受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蒙上帝满满的恩典跟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来，咱来看咱手边的资料，咱继续来来得到底按照怎么选哈？到底能力勇需不需要选择了？好，咱来知影，咱是不是比算这个大德的用书？咱来这代部分，我是讲，咱是的代表的好，实际上代表的工作是内容跟时间，包含能力，都是需要做一些审核跟筛选。那我们在一开始资料里面有谈到，我们知道当兵这个节奏的男子在当兵都知道，加入军中当兵的年轻人会做这个新兵训练。那这个新兵训练呢，在训练什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叫做新训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人
那民转成兵他比我出名的开会没赛啊，是没赛的。呢，专心做好军人的工作是基本的训练啊。所以基本的新兵训练就是帮助人民能够由民变成兵啊。所以新训的课程主要的目的，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就是要培养军人增进危机四伏的战场，得细抓好兵，得细抓好兵。新训课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军人针线危机的战场可以作战的能力啊。它的内容有很多，我简单举例子，当兵会需要什么机械训练啊、射击训练啊、震撼教育啊、近战格斗、手榴弹。最近你看全球全世界，今天新闻看到俄罗斯听说又慢慢的往乌克兰的境界又逼近了，所以我慢慢就体会到说，其实我们是只有做属灵征战的，连我们在世上的年日都不晓得，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台湾有没有可能也会怎么样，也会进入战争。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从心灵层面的属灵战争，我们一定要做好训练工作。所以我觉得代祷的勇士，实际上他也就像是一个代祷的士兵。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门徒训练都是跟新训的内容是有关系呀。好，所以第二段新兵训练非常的艰苦啊，要加强新兵的体力跟战斗力。好，接受高度的训练，而且更重要是精神上的训练，让新兵明白军人的使命跟身份，加强勇气跟能力。好，所以训练你倒数第二行，训练他们怎么样？对命令绝对服从。好，我一定要搞。我是做亲的体会，回到回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弟兄姐妹把他们当做就像什么是好好的训练了。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台南教会的高敏之牧师他们的这个同工长子他们有将近200-300位，200-300位的这个训练如士兵的这种体制。我后来去了解，原来这个高老师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所以他曾经不仅是当人他还是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所以他现在当牧者我发现这个功夫好像很重要。咱怎样压缩？伊在基层一起我都把以前也记得，你干嘛压缩有叫我灵练，压缩强化也爱记得，因为他知道祷告对他要做属灵征战的事工事情是何等重要。所以牧师一直认为，我们在做代祷的士兵勇士，我们要被选，被成为一个更蒙福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被装备、训练成一个士兵。好，被训练，他们对命令绝对服从。若没有透过这个新兵训练不是新兵是新兵训练，牧师打错新兵训练中是高难度训练，他们上的战场一定是我的战斗也无法得胜。所以牧师一直很讲究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在牧师旁边的，不管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如果有一些言行举止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甚至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好像让圣灵都会感动我的心，就会特别敏感，就会了解跟神求，告诉他的生命有一些智慧的帮助。好，所以呢，接下来牧师想要用一个短短的这个有关的内容来测验，来做一下测验来有几个问题，我们花3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
好，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从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测验啊。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经典？有3个，1、2、3选择。好，我用直觉式的，你把题目看完，然后你就写在每一题的前面写1、2、3选项，写一个数字，把它写下来。好，然后最后呢，你再把它整合，再把它做一下整合，共计几分，这样就好了。好，我们2分钟后，我们再来做一下讨论哈。我觉得选了，选了好，你若写1个，你若写1个就是10分，你若写2个就是5分，哦，写3个3分，哦，你统计看嘛，10分、5分、3分，写分2、3分，哦，有生活嘛？第一条、第一条到第三条拢袂法度。这有特别文书啦，这爱真正有特别文书。你是不是愿意真做摕来基督的证明？我做愿意啊，但是哦，你讲有迄个讲迄个讲迄个地位，讲迄个亏安尼啊，讲迄个啊这证明是过啦吼，讲一条这条吼，这单单下的课哦，另外选择就是按照也好，然你要下第十回合，几分？好，OK，我这个分数好，我们自己去量啊。它总共的分数是50分，好，分好，按第
按照比例，其实重要是内底伊的内容啦。吼，你看第一个，你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精兵？第一个，会为了传福音把别人的需要来节制自己的需要。哦，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第二个，我知道我并不招为基督的精兵，但是无法活出与基督精兵的相称的生命。所以他多某对了你的讲的讲，你那个部分有无？其实你写应该写好，好，你按照你的讲法应该是好的，算是好。啊，第二个、第三个，在信仰生活中听到经历或有事实，心里会有种抗拒感。其实对这个我是说了解你比较国赛，我觉得你还不至于抗拒嘛。所以我觉得你是属于第二个。第二个题目，若身为基督的精兵需要受苦，那你是否准备好为福音受苦？是第三个。受苦这种啊，哦，受苦有的为福音受苦哦，有就是你爱去，你爱叫轻视啊，轻视啊，有无？该轻视哦，啊，真正有但是你要付出代价哦，哦，你爱有的人啊，你爱奉献做济哦，你若受益较济，你若身躯比上帝互你较济，你爱奉献较济啊，啊，你为福音受苦，你敢愿意？你上帝现实。甲经济上，你就是感觉，这嘛是为福音受苦，是毋是？这吼，诶，福音是，你若要做较特别的吼，迄个往迄个殉道吼，迄方面去啊。是，啊，这是正命，这是正命。但是按照你讲台湾到咧为着福音来受苦到死，无可能，对无？所以你讲台湾来讲，这种民主的环境，台湾来讲，过去有啦，过去排斥恐怖的时阵有啊，好，迄时阵咱有的国家伊是为着咱来受苦，对无？啊，即摆敢无免为福音受苦嘛？有啊，对无？像我简单讲一个好啦，咱为福音受苦是啥？咱知影咱拢爱传福音对无？对无？但是当无主人咱讲听吼。咱逐礼拜吼，逐工咱拢爱迄个大桥国桥，福音，咱吼分两队，逐工去遐分更新，会使无？会使啊。无你这福音受苦的时候，你着要看迄个人吼，伊的本身吼，伊的本身是，你若讲你若讲迄个家庭吼，咁传统因拢爱兼顾，对毋对？有时啊，你即个代，你安尼出问题呢？伊安尼讲出问题，你若讲干那为着即个福音受苦的时候，你家庭毋顾，啊，你干那你干那为着福音，家庭经济要安来啊？你着爱看，你着看福音受苦到底是用偌济时间？你咧拼经济中间的事吼，你要你安尼咱咧拼经济，要来维持家庭的这生活，你要用你下班的时间，是安那剩的时间哦，来做这个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的。安尼时候，你若兼顾的时候，我爱讲听，你真正家庭出问题，啊，这条意思就是讲来讲哦，你算讲爱专职的啊，哦，你专职伫这个事工中，专职的中间也有收入，啊，你讲我大人甲这个同类精神啊，投入这个工作。所以吼，拄有讲着迄个叫做家庭信用，哦，爱平衡嘛，对吧？你较讲应该是第三个答案。我想要过舒适的信仰生活，信用会当像你讲的，这种叫做舒适的呀，了解我意思？好，因为这种舒适的信仰生活，所以会尽量避开困难的事情。我讲无迄个拢做难过。福音的代志拢是爱付出代价，了解我意思？好，所以我认为第一行要不要有讲到，我会甘心乐意的接受嘛？其实不是咧讲后壁，
福音其实拢爱有着福音，拢是爱受苦、爱牺牲的。但是迄是一个来了，但是不是讲我中就爱安尼做，对吧？你若我我叔公来传福音，嘛无拄大人讲愿意大人安尼来做。我讲一下，我拢袂起名啦。某一间教会一个有三个囝，伊伫教会中哦，好，安尼足认真啦。你知影哦？伊本时哦，伊本地哦，服侍吼，祈祷吼，一定了吼，还佫探访啦。我甲你讲，真正，你安尼做会甘心？你敢知影伊去互三个囝完啦？你敢若拢过高诶？阮遮也无，安怎呢？也拢无过害阮这三个到尾吼，全毋捌听话啦，听伊话啦。我讲哦，你敢若讲到尾，阮这三个，一个计了福介，我一个啥？一个即摆迄个方面啊，意思，还佫也无啥咧去啊，佫一个啦，迄是读大汉女中诶，也无啥咧教诶，即款诶，迄听到去学使吼，安尼气甲讲，你敢若过教诶，囡仔拢帮我咧过，结果迄阵家己翁死去吼，死去迄是当然伊是家己诶问题啦。我就想讲，伊像即款诶人吼，你家己厝里诶家庭，你顾无好势时，你拢干付出投入教会工作，你安尼讲有啥物见证？安尼，你想要咱伫上帝人头前来荣耀伊就对啦。所以其实你咧讲的这故事哦，咱就是讲，其实我的看法是感觉，咱有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因对上帝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拢无啥相款，但是咱会当对一个圣经内底所在教导咱有一个方向来做遵守。因为我是感觉讲，上帝互无共款的人家庭，伊所发生的这个代志，拢是要互咱做一个啥参考，互咱明白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你想看卖嘛？照你所讲的这个家庭，因为家庭的内底一个上重要的人来离开的时阵，安尼你感觉因未来上帝会用什么款的方针，互因更较认识到上帝存在无？对不对？我估计咧，我无孙女，阮中人，伊较早是伫因的家庭内底，是迄个上重要的。小弟小妹公司大家拢是靠伊的。阮中人伫我结婚了，囡仔做出世会活的时阵就来离开。一离开了呢，产生真大的变化哦。这变化是啥？我发觉是伊的这牧师娘，伊的弟弟、姐姐，甲公司整个的变化，包含我的丈夫，所以互我经验着讲，上帝所疼这个家庭，毋是讲人活的，就是叫做疼，毋是啦。有当时上帝互一个人的离开，来带来整个家族，甚至福音的改变。福音的本质未改变，但是福音要带互人的影响力会改变。所以，我咧甲你常常讲个代志哦，迄无要紧，迄个人若有咧听咱的直播，可能直播啦。是。这个家庭是我知，我根本未切的。所以我感觉，咱是徛伫主内底，我认为上帝咧管教人，拢有伊的奇妙的智慧甲方法啦。所以我感觉讲，咱来彼此祝福，就是讲彼此陪伴甲安慰鼓励。因为有
有人有真侪时，我嘛拄过足侪朋友啊，像之前我嘛有来咱教会的一个青年啊，社青啊吼，啊伊过去嘛是，伫因的家庭嘛是有真好的生活，但是后来真大变化了后，伊开始转变讲啊，原来伊的生命需要信用，需要真理，所以你爱记定吼，咱的福音好咧，好伫遮。无迄个啥物，无迄个讲你伫为着世间拥有啥物足好吼，就是代表好啦，毋是安尼啦。我另一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一个足有信仰的人吼，啊，为着主要所有福音啦，拼来传福音啦，啊，佮足够照顾弱小啊，足够为人祈祷，啊，足够杀手做啊，你家己的囝吼，啊，从到尾无去教，伊无去教会啦，安尼你做的吼，咱感上帝的这个秘诀啦吼，啊你安尼做吼，你看，这个是免。但是像你讲的安尼吼，咱嘛无通去决定讲，当这个厝里的人，这个人的离开，无代表未来因这囡仔袂去倒转来，对无？嘛是有可能因为安尼个重新个进行锻炼，互因重新重新合入啦，嘛是有啊。无啦，我无讲因遐囡仔安怎嘞，因遐囡仔就是一个，算是讲袂较无吼，想要去教会，伊都想后咱就照是人意思，我家己过了好就好啊，对不对？即摆就变成就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讲，咱爱家己关心，互因提醒，互因了解，因为要安怎叫做正确，咱甲上帝关系，去探讨。所以我感觉讲有足侪物件是咱伫关系吼，咱的信徒彼此的关系内底，有足侪该讲的真理的物件，咱无咧讲。譬如讲，咱明捌你，咱关心你，咱嘛无咧针对迄个对的代志咧讲。所以变成讲，你该讲的你无咧讲，不该讲的，咱拢也讲一大堆。所以我拢感觉讲，我紧咱放伫，亲像咱今日所讲的，咱来做一个大道的勇士吼。这内底有一个问题，我感觉真好啊。伊这问题拢真好哦。伊讲第四个，在每天生活中，你对代祷有多大的负担？第一个，通常祷告到负担消失为止。你刚拄仔你讲，你若用这三个、第四个问题，你会用倒一个？我甲你分析哦。第二个、第三个有足特别的意思哦。第一个伊是毋是讲通常祈祷会到负担消失为止，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断一直咧祈祷，就是由上帝一直到上帝甲这项代志解决。你一个这是有针对性的，你种为着某项代志啊，是某一个人来祈祷安尼。对，毋是，这个叫做啥？负担。咱知影祈祷是什么关系？咱甲上帝关系对吧？咱甲上帝关系，讲主啊，我要求你帮助这个人，互因的生活互因做有这关系，求你互因有智慧，求你会当解决因的问题。这种的祈祷是爱。咱一个态度讲吼，你为人祈祷，毋是干针对这个人，伊逐日我知啊，但是有某一寡代志，比如讲，像你头先讲这故事，这个人、这个家族，咱其实拢足省嘛。伫咱的心内，咱拢会一直看伊。咱行到倒位，拢会想起这个人伊所发生的代志。伫咱的心内，咱会想讲，这吼，这安怎就袂安尼啊啦？这安怎就袂安尼啊？但是咱伫咧想这个代志，咱若甲换做是祈祷到负担，咱心内咧这种负担消失为止。咱是用祈祷哦，毋是伫遐咧讲我甲你讲哦，这某咪人安那，这无共哦。这种的祈祷，咱伫遐咧讲，迄是无共款的心态甲生命。我说我问你一部来圣经讲真理啦吼，是会当互咱得到自由哦。是。
这个自由意思，这个意思啦吼，我是讲咱持守啦吼，咱的信仰，对，持守咱上帝的话啦吼。这个自由，就是讲，咱有啥物外来的代志，把咱束缚掉的。咱就是讲，咱信靠咱这个上帝，应该做咱做代志，做咱讲人大道关心人热心参与主是安尼是哦。安尼咱就安尼咱就足有自由对毋对？你即摆讲真理，咱就当得自由。你若讲真理内面佫加一个负担安尼敢咪敢咪自由啦？这个负担，你都互这个负担束缚掉了，咱要哪互咱当真理咱得到自由。是讲你讲的是种福音内底耶稣对死的犹太人讲，你若相信遵行我的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恁的确会知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真理。自由是安尼啦，自由是可以。我为基督被自由，不是这种意思啦。伊的意思是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让你自由。就我讲，咱头先讲迄两个故事，这个故事，这种生命，这种故事，伫这个家庭内底，甲伫你的家庭内底，甲有共款无共嘛。所以，这真理伫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内底，咱大家讲自由啊，袂因为安尼这种代志，嘛因为讲这种甲上帝无解感觉正确的方法，咱袂因为安尼来得罪上帝，得失上帝。所以伫咱内底，咱有真理啊。所以咱的生命自然的我活咧足快乐的。我就算伫信徒的面头前，伫主的面头前，伫人的面头前，祈祷、代祷、做工，我袂安尼厌，我嘛袂安尼感觉讲我的外口、我的厝面安尼无见证袂。所以我感觉讲伫主的真理内底，是因为我知影主的真理是甲人讲，耶稣是讲伊的真理足简单，就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咱凡行事，咱会靠着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你我讲的，这个家庭有当时面对伊的亲人，在面对的困难，伊嘛袂甲伊讲哦，咱来借着主耶稣，这阿姨呢，拢中大成人啊，拢几20岁啊，30岁啊，30岁啊，即款的到安尼时爸母免管法，所以我讲信用重要，咱教导囝儿、带囝儿包括咱的后一代，咱得有一种正确的圣经真理的话，甚至甲因做咧换真理的话，真理的话真正圣经的话真正足好，因为这物件毋是讲我简单甲你讲，你去教会就当了解，所以像咱来教会。囡仔也好，信徒也好，咱得爱真正搬烂迄真正观念，毋是咧搬烂迄什么叫做只有来咧读经啦，但是无咧活出咧圣经的话语，迄是无效啦。我当时拢为了讲，时常会讲，但是是。基督有点同大修经的对，修到想基督讲什么对？是，伊个即摆是越来越严重。严重是。你像这款的，你敢会继续有这个人的？不过我记得咱继续，咱继续记得是掌权的问题。我为苏联的因的领袖父亲来祈祷，是要祝福伊啊！我是要求上帝予伊上帝亲自掌权伊的国家，但是我求上帝帮助这个领导者，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北韩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咱爱求上帝亲自掌权，上帝要讲，甲你讲，上帝这种领袖做一
个奇奇怪怪的代志。最近吼，你看咱台湾有无？咱台湾之前白色政党，你有发觉到有啊？有行代志出来。对，就是安尼啦。举起来，所以你看全世界吼，拢已经开始对伫什么叫做对甲唔对，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黑暗白头分喙啊。啊，较早唔是啊，较早是安尼混沌的世界。你会感觉大家人做一伙，啊，真诶也都讲做假，大家信以为真。所以你会发觉过去的世界，跟即摆世界是无啥相关。所以我感觉，虽然即摆你讲的苏联的领袖是安尼，我感觉上帝还佫有伊佫要做大代志，伊还未时间还未到。所以你看即摆美国嘛，当下总统当下选了，开始咱佫看卖会佫发生什么代志哦。好，这佫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所以我嘛感觉讲咱爱求上帝帮助，咱徛伫台湾这个岛屿，那安尼咱徛伫大教会这个所在。12月21号，咱教会虽然是出去做这个活动，咱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哦。这是咱行出去真好的机会。但是咱要行出去的时阵，上帝嘛要爱咱教会整体，大家爱好好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咱要安怎面对人？因为咱毋是去办一个活动尔，迄大家人是咧看咱来到遮的时候，伊安怎看咱的？迄是当头对面的。大家人的面对面，当人咧面对面的时阵，你就看出讲咱的信徒在面对人是干那为着要卖物件，也是要将主的疼、主的喜乐、主的担心的疼分享出去，迄是无共款。所以我一直咧思考，我办这个联合活动，咱这个报，咱出去外口这个市集，都要咱要帮助这个弱势的团体以外，咱要安怎样互遮个来甲咱买物件人，看到咱的信徒，迄个生命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这教会人真好。我甲伊买一个物件，你甲我讲足侪话，佫陪我坐伫遐开讲，遮个代志咱拢爱去想呢。所以当然啦，无拄讲咱有可能真正会无用伫遐会空过吼。但是我感觉讲咱要安怎互人感觉讲去参加迄个活动，会当感觉讲这教会办的活动吼，有机会我嘛要来迄间教会看嘛。吼，共款意思，咱福音咱要去传，咱要为人祈祷，咱要带出歌吼。所以你办迄个吼，一摊位吼，一介绍啦吼，你袂使互迄个，互这里面哦，感觉吼，你是咧趁钱的。你用迄个暴力的哦，不是咱无，我讲趁钱一定爱，为什么？因为咱趁是要趁伫倒位，咱是趁来帮助这个弱势的机构，咱毋是趁钱是趁伫家己，但是呢，只要是市集咧买无迄个所谓讲你无趁钱。反正恁首先恁就甲里面讲，阮遮吼，今仔日咱的这个活动就是咧讲咱为着啥物来做。来做管，你嘛是做生意，咱嘛是做生意。无对。所以吼，咱倒转来遮啦，倒转来遮。所以你每一日你会为着大道，你有偌济负担啦。我感觉真侪时阵，咱对人的生命有负担无？所以咱好，我讲负责咱12月21，咱要办这事情，咱来为这样代志来祈祷。常祈祷哦，你若该用第二个选择，为了减轻对代祷的负担，一个礼拜会集中在某一天。注意哦，这前提是这样，为了减轻代祷的负担，这什么意思？我对了，哇，刚祈祷，你上过重大，唔免啦，一礼拜我集中一天，专门请人，然后就代祷团队就好，祈祷就好。这是第二种的答案。你像你即款吼，拢用咱的代表事项哦，迄时哦，用咱未来要做这代志，对毋对？对。你嘛迄个重点啦吼，你嘛讲咱要创啥重点啦。你袂使讲遐代表事项，我咱佫全部使啊。逐礼拜拢有遐呢。你若无换啦吼，代表所你无换，你嘛
最起码你要爱人讲，咱目前吼，重要的代志哦，就是讲，咱的烦恼这样子的，来祈祷，来祈祷讲。所以我最近想讲，咱的代祷事项嘛，已经慢慢大家都流于形式了。好，所以我小可调整包含重点。其实这物件其实，因为最主要是咱的信徒大部分拢是咧看啥，拢看一个人传的影片啦、讯息啦，较少咧看。你若去看基督教公报、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迄网络吼，伊有分政治、新闻、生活、家庭，吼，有做方面的代祷哦。吼，这物件其实拢好做好用。吼，其实这物件是讲咱教会内底，我是掠较大方向，国际教会，咱教会内底的问题，爱不断祈祷。因为我是感觉讲，咱教会为着这个代志祈祷，对嘛就是爱改变，吼爱改变。好，我紧，咱个倒转来吼，咱继续甲咱今仔日，咱看这个题目台《复书》第2章。好，咱来看圣经上，为什么咱这个代祷用书？这爱特别来训练，到底咱训练什么？好，什么是基督的精兵？好，我觉得代祷的勇士一定不单单只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好，提摩太后书2章1到7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将事物缠身。我能得到共鸣。这兵难很难啊！不要为了家里的事情哦，为了一些事物把它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好，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圣经内底讲，譬如讲，我的囝，你着爱伫耶稣基督稳定真理刚强起来。大部分都无咧讲到后边这句刚强起来。咱大部分拢是，你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恩典，你要到耶稣基督的做恩赐份白白的恩典。拢咧讲安尼，但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讲，你就爱刚强起来。这种刚强爱安怎？你要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空起来，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不是凊彩人的面头前不是你家己的面头前爱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意思讲你嘛干你咧做，你嘛别安怎去教导别人。但部分咱信徒咧讲的，我觉得人咱无咧教，父母足听主，但是囡仔伫细汉的时阵，伊袂去分享迄个好歹利益的关系，要安怎伫迄个生命的迄个变化的过程的中间去讲。咱大部分细汉的时阵咧讲，拢讲上帝听你上帝甲你祝福你着安怎做，安怎做，你着有什么祝福？但是拢无去咧讲着迄个生命、生命的对遇、生命的问题点在哪里？牧师，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听。是。我问一个牧师一直退休，因为我讲，我时常我来甲讲，牧师我实在足亏欠上帝。我这一生袂输敢若你做一个礼拜即个基督徒，像咱就种咱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就是爱礼拜，就到有时间做好事。但是我心内知影这真正是上帝的面头前真正足亏欠的啦。你安尼是要面对上帝？以我家己的看啦，你必正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你就安怎做？
你知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安怎样上有智慧哦，去安怎样引带人哦，将引带一个人来信主。你爱知影讲哦，对一个哦需要带倒的人，你爱逐日为祈祷，为拍拼为主传福音，入教会真正真做一个哦，为主啦吼，算一个忠心的仆人吼。像讲吼，像莫讲像保罗安尼啦，咱即个实在无可能有这款人啊。到时一世人到时安尼拍拼，你毋知影迄个牧师来应是过来讲哦，知影哦，咱人啊软弱啦，无可能哦会当做甲像什物保罗安尼，迄个无可能啊。伊甲回了讲代志啊，讲无对。咱人无遐济气力啊，真质就好，尽你的真质哦，你知影你意思讲你温是啥物，你有法当做啥物，你真质就好。伊就知影咱人真正是无，有较济气力人做遮济。吼，你有发觉？歹势你讲了，讲了，你感觉真质？甲中心有共款无？真质甲中心无共。真质伊是将伊的身份该做的工课做好。中心是啥？中心是甲伊的头家、主人所托付伊的代志，毋若甲做好，佮安怎？佮甲伊做好完成该达到的目的。迄才是中心嘛。比如讲，耶稣有讲着。主人摕钱，摕偌济5000个，有3000个，搁有1000个，有无？啥物是中心的？中心的是伊会去生出安怎加倍的啦，迄叫做影响力。所以你要了解哦，真质问着你头拄讲的即个长辈属灵的长辈，伊安尼讲有原因，为虾米？有可能伫伊一生的中间服侍上帝内底，因为未特别去要求了解咱的信仰的本质。咱的信仰的本质其实是要创啥？耶稣就甲咱讲，咱的使命的工作就是像你头拄讲，我要安怎去？除了甲我的工作做好以外，我阁会使喏传福音，阁安怎？阁会当帮助一个人伊的生命会当得到主的救恩。你可会当为伊常常为伊祈祷，互伊看到伊的生命改变。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所以我一直咧思考讲，咱的信仰、咱的教会到底有咧对焦伫祈祷甲传福音无？甚至会有见证。所以我认为讲，圣经做好无对，但是圣经的物件若真对是一个知识。你看一个人的生命无啥物改变吼，这个物件吼，伊是无啥物效果啦。但是这物件，我相信上帝话绝对有足大的功效的。牧师，这个我搁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牧师啦吼，伊真正吼，伫咧座谈的中间啦，还是咧讲座中间啦，有讲一样代志，讲一个人持守十分之个，认真拍拼做上帝的工吼，做甲足好势，但是伊的个性啦吼，无改变，私底下的行为啦都无改变的时候，你毋知伊佫尾仔讲一句话，讲伊即个人你教会所做一切三分之个方面咯，拢是无效的。但是你了解奇怪，一个人的个性安尼是，你来教会把做好势，其实三分之个奉献。但是伊就是伊个性，就是讲伊的行为离社会讨厌。讲，你是种，你若讲人来讲，这做，当部长书，唔知现在那个部长书，伊电视嘛讲，伊讲哦，你这个行为哦，你嘛
讲你是这种，你安尼，可能你嘛佫辜负上帝行，你安尼无见证，阮讲可能拜托呢，我第四个我常常看听你讲哦，咱真有时你若离外口所做的，若无影响上哦，你袂使出门，袂从咧。啊，像我拄仔讲迄个哦，因为讲迄个牧师伫做这个，伊就讲像安尼啦，伊所做一切拢安尼是哦。啊，你嘛甲讲安尼讲哦，即款人，若有即款人啊吼，伊伫外口的这行为哦，绝对会改啊，绝对会改，自然会改变啊。但是你若不改变，你无是个性了，不改变我就是安尼啊，对啊，安尼是哦，你看，这个是讲，所以就是讲，把伊离教的所做，伊的奉献，拢甲否定掉了，对啦。啊，你安尼所做是假的。其实我感觉咱看圣经的看有甲信用，对。其实礼拜日的时阵，我嘛体会出，是咱的人甲咱的姊妹有当时拢会去对于人叫做什么叫做十里奉献，什么叫做奉献的意义到底是安怎，拢会在讨论。其实我当小可理解就是讲，其实圣经内底吼有用，靠就是十里奉献，对无？所以，但是你会看到有的信徒是较强调有用的十里奉献，信徒若无十里奉献，这是唔对。有的人安尼去强调，啊，有的人伊是感觉讲，圣经无安尼讲一定着爱十里奉献。其实安尼讲嘛袂当，安尼嘛无解全面，因为偏偏伫这旧约内底十里奉献嘛是有讲到，好啊，所以以我的看法。新约内底讲的，像说一个叫旧约，一个是新约，一定有新约，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意涵咧，甲咱讲，也是一个新的真理。但是你若甲讲到奉献吼，新约内底我去甲了解，其实我感觉新约咧讲的代表是爱慷慨，吼有无？迄个奉献的寡妇有无？包含这个咱咧讲奉献的态度，心甘愿意的奉献。哥林多里面有讲啊，讲个人要本心所决定的，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乐意捐献的人。好，但是我嘛捌讲过啊，哥林多后书咧讲的这句话吼，其实后壁佫有讲哦，有讲啥？你若安怎，你做愈济，上帝人啊，甲你祝福愈济。啊，有的人无咧看这句啊。就是你要做，你讲的是你前提，你必须讲上当条件。对啊。我心内心甘愿意。对啊，所以啊，有的人伊会我心就到遮呢，我奉献就到遮呢。所以变成讲，伊的心无奉到，心甘愿意，佮安怎，佮会当欢喜奉佮较侪。所以变成讲，伊所会当得到福气，就减少啊。所以人这种逻辑，我是感觉讲，安尼较合理啊。所以咱的手机后内的信息吼，迄个我转就先去看，你妈妈有传一个，我做咧看咧，但是伊有摕去10分这个方面哦，会一个见证的。我看过咧是哦，你毋知我传伊个郑家泰牧师哦，啊，佮讲迄个讲，我知个啊，讲迄个李老师，我知个清楚嘛。我讲我是要互曾牧师甲我回答这个问题啊，伊无回答嘛，所以因某甲我回答嘛，因某甲我回答这问题。你毋知，迄内面中间我甲你写这句话讲，这个创的牧师，莫指名。好啦，莫指名。讲这个牧师，伊讲甲因的同工讲来讲哦，恁这长子啊，恁若无10分这个奉献啊，恁无告诉其他人做长子。你安怎？我是要互伊看讲伊安尼甲回答的，我你老师哦，甲回
像我这个要个传，让你看安尼啦吼，迄个会使。其实我感觉讲十一奉献吼，十一奉献伊的意义吼，上重要的其实是甲上帝祝福来放做。你若无认为十一奉献会当为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款的祝福，这十一奉献无什么意义啊。你妈妈是安那是做电视当然啦。但是迄内面的内容，迄个见证哦，伊内面就讲，迄个人的见证哦，我是讲了袂歹。迄人的见证就是，伊就是讲咧讲，到新约，无，价值就是讲，甘心乐意奉献是上帝所喜悦的。对。啊，但是尾后的结束的是，你若真够听哦，伊是无讲到坚持10%这种奉献，伊甚至是讲，你爱热心奉献，比迄个毋是干那迄个10%的尔，伊到尾继续你也看这意思，这个伊这个信息哦，信念之士哦，伊往哪看，伊往哪分析我听，伊赞同的哦，伊赞同内面迄个做见证的人哦，但是迄个做见的人哦，伊讲的10%这个事啊吼，伊的意思是讲，到新约就是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上帝所接，但是尾后伊最终的意思哦。是比奉献10%这个爱搁较济个，但是伊无讲安尼对，但是你爱了解内面意思。我知。我才装来看。我感觉你手边有圣经无？咱来看圣经在吼，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亚洲以谴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讲，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薄荷大什么大茴香大茴香小茴香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而不做。是你们所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所以我讲，这段圣经在一边讲啊，你就算你讲圣经无讲爱10%，所以我讲对，人来讲。而且伊就讲啊，这都是啊，伊这就咧讲讲起。我感觉袂使，圣经耶稣就在讲。人是诚做一个坏事，在生命内底，咱讲是讲完全照圣经的律法，对无？圣经内底并无写，但是这都明显啦。都明显吼，时间你讲我，迄个牧师讲，10%这奉献的人，有当你个是对唔对啦？无对，伊的意思是讲，例如刚刚来讲，我今日我在做人的工作，我在做请人的工作。啊，即摆我同工，伊就无要请，伊就袂请。啊，伊就无要请人，啊，伊搁是做中级，你敢袂使？当然袂使啊。对啊，安尼了解意思无？这等比啊，就是讲，我是一个会奉献的人，我嘛是一个领袖，探讨讲奉献为咱生命带来祝福。咱的同工中级也是无认同这种看法，然后拢伫背后甲信徒、甲人讲啊，哦，讲假，这毋是安尼啦，安尼啦，毋是安尼啦。你想信徒，伊敢会对，对啦。
怎互教会拥抱？亲像是开始咱人进主新兵训练，咱咧训练，咱咧做的训练啊，互咱对该要求的规定，当然，咱无一定就是安尼马上安尼来，当然我嘛甲你免讲嘛，我认为。结束的门道，咱爱看上帝的话，然后学习来讨论，要安怎一个好的方法，咱的生命来做，来做一做。一个听到法官啦，已经安尼以后，还搁咧做，伊讲来讲，我每一回迄个方言，我即摆就不咧趁钱，但是我方言少，啊方言人回有咧看，啊你做一个顶好人，你咧讲，啊所以互迄顶好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我到底是不是了？无关系，无关系。因为我感觉讲方言细少袂使去管一个，但是你家己你咧方言的内容，这是你爱做啥呀？譬如讲，你一个月收入是3万块，啊你一个月至少你就是三块的，安尼啊。啊，但是你家己你若是将你的所谓你明明你就是较济方面，但是你无安尼做，这嘛是你家己甲上帝关系。所以我袂去甲伊要求讲，但是我会要求讲，你若是做中级的，你家己你若是有收入，你爱奉献偌济，就应该爱偌济。无，但是伊意思是讲，我心内压力就是讲咧讲哦，会有人咧看，啊你做一点好人，你就个几百块安尼，啊其实伊也无收入嘛，对不对？你来看伊遐囡仔有每一位互伊生活，当作是偌济，伊若讲安尼是家摕10%出动的咯，这是对咯。不过我是感觉讲，我那是特定的，咱方面的观念，那是一个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的过程，你知影，你到底甲上帝关系迄个用心度啦，忠心程度、忠诚度，你甲你的忠诚度有关系。好，啊，所以就较早我亲人就想着高铁钱，讲你来10月方面吼，啊你安怎？啊，我收咧，收甲人完全顺好，好，该互上帝交上帝，袂你想的有。啊，较早我嘛会，我嘛捌因安尼，听着歌，来食后来我甲讲啊，你拢做唔对，上帝该有伊拢已经到伊，啊，咱有咧家己咧甲上帝业，我甲上帝业就是咧做。头对，对啊，这都违反着啥？条界内底头体。所以我认为讲吼，你讲10条，我唔通头体吼，其实意涵足侪，唔是大家都清楚发头体。这代表是讲咱甲上帝关系顶面，咱领受做着丰丰富富的问题，但是咱会晓尽中以外，咱佫会晓伫方言的顶面唔通头体。吼，我感觉这才是较重要。好，安尼因为虽然时间关系，但是咱还佫有真侪年纪讲着，咱后礼拜咱佫继续。好啊，很抱歉哈，在今天虽然我们有很多跟我们今天主题上不太相关的，但是我们也会在讨论当中针对不同的信仰或议题来做讨论。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我们也为务，我们学习。上帝，你互阮真理话话内底来明白阮的生命功课。主啊，阮知阮人生的道路有最我主要学习去面对，但是阮主要学习一个心甘乐意的心，互阮伫真理话话内底来明白公义、主你的理、主你的信息，主要阮按怎实现上帝你赐互阮，阮知影阮要讲出一个用词，主要学习免为伫公义。不要气节出问题，你让通过第一个来就上帝我们意会来生命来活出以我们所种出的这个环境中间，没有人有应用来的，就是你所好的教会，教会这样的地方，我们当然心里上帝你的角度的内底，唔敢讲被问题，佮要我们的生命
好智慧开力，用祈祷来消除，我们要安怎样来完成主你的使命工作，将你的福音传到伫智美世需要的人的身上。愿上帝你加添阮智慧甲力量，特别我们要为着明仔日妙龄姐妹伊的个别式，从头到尾，阮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有好的天气，嘛互阮整个的流程过程的中间，拢充满着主你的平安甲稳定，特别将你的安慰、祝福伫着爱长老、金素兄甲敬瑶这个家庭每一个大大小小兄弟姊妹所艰苦心的目屎，愿上帝你拢甲阮切去。互阮定心认捌着上帝你所赏赐互阮生命应允，就是祝福应允的气力甲安慰，互阮加添气力，继续为主你来活，行头前的道路。愿上帝你赐福阮，当阮只是要试线，也愿上帝你赐福每一个，无论是观看直播的，甲阮要倒转的兄弟姊妹，拢得着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顺便在。